过年要到啊，这国健署今仔日开记者会，分享这地调整饮食的做法，互厝内面吹气无好的时代，也会当欢欢喜喜食团圆饭。总铺师家料理一出一出放入来，有鱼、有肉、有米糕、有鸡汤，开出一道介澎湃的团圆饭。这年菜特色小香，就是老伙仔嘛无法的。 事实上，我们的长辈的这个口牙状况呢，有70%的长辈呢，他有部分缺牙哈。再来呢，就有63%的长辈会因为呢没有办法这个缺牙的或吞咽的问题，没有办法很好的来选择我们的饮食。 国健署自2019年开始推广这地调整饮食，希望透过实在经营、煮法调整，打造互老伙仔买当食了欢喜佮健康的菜色。 年节之前，国健署嘛特别开记者会，邀请总铺师现场示范，教大家安怎处理，互食材会当变较嫩、较好剥。把梗切细，把叶切长，这个话术就是让长者他在吃的时候，他可以吃到原形食物。那相对的，在炖肉的时候，就是时间炖长一点，然后让肉入味，软烂更好入口。国健署嘛将这地调整饮食相关的做法放起哩网站，并将传理菜时会使去顶悬参考，互厝内时大时细拢会当欢喜食团圆饭。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。